Hello，怡姐。金华，好久不见。很久没看到哦。对呀，而且啊，你今天跟我约的这个地方啊，好美哦。有江哦，东江的哦。对，我觉得好有春天的气息哦，而且我第一次看到这种花，这种鲁冰花。鲁冰花哦，嘿，这新疆哦，那边哦，嘿，那个龙潭的台北行啦。就说呢，今天来推一下东江的地方，帮你做广告的女主角、广告女主角哦。这样子好开心哦！我等一下一定要好好梳妆打扮一番。好啊，好啊。能在花开的季节一亲芳泽，本就是件浪漫的事。尤其是在龙潭这一片黄澄澄的华画中间，还有一座荡秋千呢，是不是充满了少女情怀？哎，金华要不要开个动头发耶？错啊。以前你讲为嘛刚才有一排茶树，一排嘅路边花嘛？哎，对耶，为什么？因为啊，那条鲁冰花有洗滌之后呢，会变到那条茶树嘅营养嘅养分哦。不错，其实从妈妈口中伊咁讲，本来就生年的青老营养哦。所以它叫母亲花。哇，来这边走一走，还能够学到新的常识，谢谢喽。唔该。龙潭的美原来不只是万紫千红，这季节东斗伐是不甘寂寞的，在许多角落偷偷盛开着。一排排深绿浅褐的茶树间，黄色风铃般的鲁冰花随风摇曳，荡漾了旅人的心情。哇，这景致东江哎！走啊！哎，以前地毛那边就会拍广告东有名的地方哦。真的吗？哎，拍天师嘅东有名嘅茶嘅广告嘅女主角哦。哇，我刚刚不小心就做了女主角，其实还蛮开心的。跟去东江啊，本也做一摆嘛，难得机会上嘛，来到安尼那边啊。我们来 hip shop。好啊，以前看那边哦。3、2、1，好，看那边，好，3、2、1。金华，金币谢谢咯，咱外来坑法嘞。係啊，有閒哦，聽咗愛過來龍潭了哦。一定要趕快約。好。电影的意象鲁冰花和广告的形象茶蜜，在龙潭融成了一幅绝美的景致，而在我的心田里也因此快乐东斗伐。